呢個係當年一手嘅時候俾錢都唔閪買嘅項目，碧桂園嶺南盛世。當年一手嘅時候，鳩屎到，只要你唔係一次性嘅客戶，一旦聽到你要按揭，你連樓層都冇得揀，只可以揀啲天地樓層，就好似花木蘭晾衫咁，扮撚晒嘢。嗱，就喺呢度。當年鳩屎係有鳩屎嘅原因嘅。呢度除咗市中心嘅位置，仲有地鐵上蓋，再搭埋有3宗嘅書包，令到好多人都無法自拔。真係國際機場男廁，乜鳩都有。碧桂園嘅名言就係給你一個5星級嘅家，但係你估都估唔到，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區嘅正門，而呢個最大嘅區只有3棟樓，加起身真係一種印度5星級嘅感覺。喺市中心嘅樓盤無一例外嘅就係近路。北向望小路，南向望大路。喺揀朝向呢一方面，就好似屎坑關刀咁，文又唔得，武又唔得。呢度係佢嘅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。91方嘅入籍面積，廳有成27個方，大家係咪覺得都唔錯咧？因為你未睇嗰啲房。廚房嘅空間感其實還可以，唔知係咪佛山唔流行雙開門冰箱，大部分都唔留位置。再搭配埋呢一個好似九龍城寨咁嘅生活陽台，以後你哋業主開會都唔使落樓下，直接大家企喺陽台傾就得。東南向嘅陽台採光都仲算可以，但係佢呢個近路嘅程度，我覺得已經近得冇得再近，因為再往前推多幾米，佢就直接起喺馬路中間。佢呢個屎坑細係真係好細，哪怕佢配個智能馬桶，我都畀唔到佢高分。不過好嘅係，佢竟然可以一邊沖涼，一邊同隔離屋傾偈。一開始人哋話佢實用率低，我都唔信。見到個廳咁大，真係好驚喜。原來個代價就係房好細，2間都只有6個房。雖然呢間房佢預留咗衣櫃嘅位置，但係如果你加多一張雙人床，基本就冇晒活動空間。咁樣嘅實用面積，哪怕2個屎坑都好難合格。總結一句，190萬嘅總價，你就可以買到省級嘅書包、樓下嘅地鐵、隔離祖廟同埋嶺南天地嘅繁華。但係你要包容嘅係啱先講到嘅所有缺點。唉，又係激情嘅一日。